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你花10秒钟站在镜子前面，仔细检查你脸上或手背上的这些斑点。我要教你5个字母 A B C D E， 这可能救你一命。A 代表不对称 ，asymmetry。如果你的斑一边大一边小，形状不对称，要注意。B 是边界 border， 如果边缘像锯齿一样不规，则要小心。C 是颜色 color， 如果一个斑里面有棕色、黑色、红色混在一起，颜色不均匀，这是警讯。D 是直径 diameter， 如果斑点超过6毫米，大概1颗绿豆的大小，要特别留意。E 是演变 evolution， 如果斑点在短时间内快速变化、变大、变深、变形，这非常危险。还有2个动态症状，更要警觉，会痒或者会流血。如果你的斑点出现这些状况，请立刻停止使用任何偏方，马上去看皮肤科医生。如果你没有把这支影片看完，可能会错过早期发现的黄金时期，等到发现时已经太晚，不知治疗，费用高昂，时间拖得长，还会让整个家庭都陷入焦虑和压力当中。但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会告诉你如何正确分辨斑点的类型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分享一套完整的内调加外养的方案。这套方法安全省钱，而且你在家就能做，不需要花很多钱。请告诉我你从哪里收看这支影片。在开始之前，请在下方留言提出你的任何问题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那么老年斑到底是什么？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。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工厂，年轻的时候，这座工厂运作得很顺畅，机器效率高，清洁系统也很完善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机器开始老化，运转速度变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身体会产生一种叫做自由基的东西，就像工厂里的废气和垃圾。当清理系统，也就是我们的肝脏、肾脏和血液循环系统变慢了，这些垃圾就会堆积起来。医学上，我们把这种堆积在皮肤里的色素叫做脂褐质 lipofuscin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细胞的锈斑，就像铁会生锈一样，我们的细胞也会因为氧化而产生这种褐色的沉淀物。这些脂褐质特别容易累积在脸部、手背这些经常暴露在外的地方。所以老年斑不只是皮肤表面的问题，它其实反映了我们整个身体系统的状况，包括氧化压力、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的能力。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这告诉我们要改善老年斑，不能只从表面着手，还要从身体内部调理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老年斑到底是怎么形成的。我结合了中医和现代医学的观点，整理出4个主要的原因，以及相对应的解决方法。这就是我们内调加外养的完整架构。第一个原因是情志不舒，也就是情绪压力，在中医里叫做肝气郁结。当你长期处于压力、焦虑、忧郁的状态，气血运行就会受阻，造成瘀滞，斑点就容易形成。解决方法是什么？疏肝理气。具体来说，就是培养让自己开心的习惯，每天多笑一笑，多跟朋友聊天，增加社交连结。第2个原因是少动，代谢低。中医叫做阳气不足，现代医学就说循环变慢了。如果你很少运动，身体的代谢功能就会下降。怎么办？做太极拳或8段锦，每天早晚各15到20分钟，温和的活动身体，促进循环。第3个原因是脾虚湿重，这跟饮食习惯有关。如果你常吃甜食、油炸食物、冰冷的东西，会让脾胃功能变差，产生湿气和痰浊，增加体内的废物。
解决方法是吃健脾的食物，像是山药、薏仁、茯苓、红豆、芡实。第4个原因是紫外线暴晒，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加速皮肤的氧化，让斑点爆发性增长，所以要做好防晒，用物理方式遮蔽，戴帽子、穿长袖、撑伞，还要注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的强烈阳光。这就是我们的4大原因和4大对策。记住，要改善老年斑，一定要内外兼顾。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情绪和睡眠的管理，这是内调非常重要的第一步。首先，我要介绍一个方法，叫做微笑疗法。每天早上起床后，给自己5到10分钟的时间听一些轻松的音乐，或者打电话给老朋友聊聊天，让自己笑一笑。科学研究证实，笑可以降低压力荷尔蒙，也就是皮质醇，让身体进入放松状态。还有一个简单的练习，我叫它333原则，每天做3次深呼吸，吸气、吐气，慢慢来。然后想3件让你感恩的事情，可以是很小的事，比如今天天气很好，或者吃到一顿美味的饭子。最后做3件让你开心的小事，比如浇花、看看照片、听一首喜欢的歌。这个练习可以帮助你稳定情绪。再来是睡眠，良好的睡眠对修复身体非常关键。请固定一个时间，关闭所有荧幕、手机、电视、电脑都不要看，让卧室保持安静和黑暗。如果觉得肚子凉凉的，可以在早上喝一点温热的姜茶，但晚上不要喝，因为姜会让人兴奋，影响睡眠。我建议大家准备一个7天的小日历，每天完成这些项目就打个勾，让自己看到进步。如果需要，我可以提供一个范本让大家下载。现在我们来谈谈饮食，吃对了，可以从根本上改善体质，减少体内的废物累积。我会根据中医的脾胃理论，给大家一个实用的1日饮食范例，而且都是在台湾很容易买到的食材。首先，哪些食物应该多吃？记住，这5样山药，也叫淮山、薏仁、茯苓、红豆，还有芡实，这些都是温和或性质平和的食物，可以健脾祛湿。你可以把白饭换成一部分薏仁饭，或者煮成粥来吃。哪些东西要避免？冷饮、冰品、油炸、食物口味太重的东西，还有宵夜，这些都会伤脾胃，增加体内湿气。让我给你一个完整的1日范例：早餐煮1碗山药薏仁粥，配1颗水煮蛋，再吃一些珍珠芭乐。中午吃糙米饭，搭配清蒸的鱼和烫青菜，再喝1碗热的冬瓜汤。下午如果饿了，吃1小把坚果，但要选少盐或无盐的晚餐，喝1碗暖胃的汤品，但不要吃太晚，避免消化不良。在台湾，我们很幸运，有很多新鲜的蔬果，去传统市场或超市可以买到便宜又新鲜的珍珠芭乐、柳丁、番茄、青椒，这些都是很好的抗氧化食物。重点是选当季的，价格实惠，营养价值也高。记住，饮食不是1天2天的事，要持续改变习惯。但你会发现，坚持下去，身体会给你回馈，皮肤会变得更健康，气色也会改善。讲完饮食，我们来谈谈抗氧化和防晒。这2件事是保护皮肤、减少新斑形成的关键。首先是维生素 C， 维生素 C 是非常强大的抗氧化剂，可以中和自由基，减少皮肤的氧化伤害。在台湾，什么水果的维生素 C 含量最高？答案是珍珠芭乐，它比柳丁还要高。其他像奇异果、柳丁、番茄、青椒也都是很好的选择。每天吃足够的这些食物，就能从内部帮助皮肤抵抗老化。接下来是防晒，很多人以为防晒只是夏天的事，其实1年4季都需要。紫外线是造成老年斑加深增多的最大外在因素。
怎么做好防晒？我建议用物理防护的方法。第一，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这段阳光最强的时间外出。如果一定要出门，戴宽边的帽子，穿薄的长袖衣服，撑阳伞，这些都是最直接有效的防护。如果要用防晒乳，我简单说明一下 SPF 和 PA 值。SPF 是防 UVB 的指数， PA 是防 UVA 的指数。选择 SPF 30以上 PA++ 以上的产品就足够日常使用。记得如果长时间在户外，要每2到3小时补擦一次。我不推荐特定品牌，但记得选择适合自己肤质的产品。最后，每次洗完脸之后，擦一点温和的保湿产品，让皮肤保持水润，也是保护的一部分。现在我要分享第一个外用的天然方法，用老姜加蛋清。这是一个便宜、简单而且相对安全的偏方，但请记住，安全测试非常重要。为什么这个方法有道理？在中医理论里，姜是辛温的，可以行气散结、活血化瘀。现代医学发现，姜里面含有姜辣素，也就是 gingerol， 它有抗氧化的作用，可以促进微循环。蛋清则有收敛和保护皮肤的效果。怎么准备？拿老姜，不要削皮，因为皮也有药效。洗干净后，切3到5片。用刀背或工具把它捣碎，让汁液释放出来，然后把姜片泡在蛋清里面，浸泡15到20分钟。在使用之前，你一定要做安全测试，这个步骤绝对不能省略。用棉花棒沾1点调好的姜蛋清液，擦在耳后或手臂内侧的皮肤上，等15到20分钟。如果出现明显的红肿、刺痛、发热，马上用温水洗掉，不要继续使用。如果测试没问题，就可以开始使用，用棉花棒沾液体，只点在斑点上，不要大面积涂抹，停留10到15分钟，然后用温水洗干净，擦上保湿产品。使用频率是每2到3天一次，建议在晚上做，因为晚上皮肤修复能力比较好。如果你是敏感性皮肤，第一次可以只停留10分钟，慢慢增加时间。这个方法不是魔法，效果需要时间，而且每个人反应不同，重点是安全第一。第二个外用方法是直接用姜片来摩擦，这个方法的刺激性比较强，所以我建议用在手背或身体其他部位，不要用在脸上。脸部皮肤太薄、太敏感，容易受伤。怎么做？拿新鲜的老姜，同样保留皮，洗干净，把姜切成斜片，这样接触面积比较大。然后用姜片在你想处理的斑点位置，以画圆的方式轻轻摩擦，每次2到3分钟。你会感觉到局部温热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姜的成分在刺激血液循环。但如果感觉刺痛或灼热，要立刻停止。当姜片的汁液被皮肤吸收的差不多，姜片表面变浅了，就换一片新的继续。使用频率是每天1到2次，可以在早晚各做1次。记住，不要用在脸部。手背的老年斑比较适合这个方法。什么时候应该停止？如果你发现皮肤出现持续的红肿，刺痛感很强烈，或者皮肤变得前燥、龟裂，就要马上停用，让皮肤休息。这个方法比姜加蛋清更直接，效果可能更明显，但风险也稍微高一点，所以一定要谨慎使用，随时观察皮肤的反应，不要贪快，慢慢来，安全最重要。现在我要介绍一个内服的配方，是早上喝的温补茶，用老姜、红枣和黑糖煮成的茶。这个配方在中一理，叫做温中散寒，行气补血，对改善体内循环很有帮助。怎么煮？准备3到5片老姜，5到6颗红枣。红枣要用刀背拍扁，让它的甜味和营养更容易释放出来。加1小块黑糖，然后放进锅里，
加大约500毫升的水，用小火煮5到10分钟。煮好后，趁温热喝掉。什么时间喝最好？早上或上午，因为姜是生阳的，能帮助身体醒过来，促进气血运行。但晚上千万不要喝，因为会让你太兴奋，影响睡眠。这个茶有什么好处？它可以温暖脾胃，帮助消化，促进气血循环，还能轻微补充气血，对于手脚冰冷、容易疲倦、脸色暗沉的人特别有帮助。我想分享一个例子，新北三重有一位林阿妈，68岁，这是一个参考案例。她坚持喝了28天这个姜红枣黑糖茶，同时配合其他的饮食调整和外用方法。她的变化是这样的：第1周，她感觉晚上睡得比较深沉，手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冷了。第2周，脸色没那么灰暗，斑点的边缘好像淡了一点点。第3周，整体肤色变得比较均匀，情绪也稳定多了。到了第4周，他发现没有长新的斑，旧的斑目测大概淡了10%到20%。但我要强调，这是一个综合效果，不是单靠这个茶就能做到。林阿妈同时也改变了饮食，做运动，注意防晒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如果你是体质偏热的人，容易口乾舌燥、便秘、心烦、舌头很红、舌苔黄厚，那就不适合用姜，姜会让你更上火。这种情况应该要清热，吃一些绿豆、冬瓜、苦瓜这类凉性的食物。不确定的话，最好先咨询中医师。好，现在我把所有的方法整合成一个28天的行动计划，这是一个完整的、可执行的表格。你可以每天追踪自己的进度。这个表格有5个栏位。第一栏是运动，每天做太极拳或8段锦15分钟，打个勾。第2栏是饮食记录，你今天有没有吃健脾的食物，像山药、薏仁，有没有避开冰冷油炸的东西。第3栏是外用药记录，你有没有用姜加蛋清或姜片温磨，建议每2到3天做一次。第4栏是防晒，有没有戴帽子、穿长袖、撑伞，有没有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的强光。第5栏是早茶，有没有喝姜红枣黑糖茶。每周结束的时候，给自己做一个评估，问4个问题：这一周有没有长新的斑？就斑的边缘是变清楚还是变模糊？你自己感觉斑的颜色有没有变化？给自己打分数，0分到5分。还有你的精神状态和睡眠品质怎么样？如果发现皮肤变乾燥、紧绷，就增加保湿。如果觉得身体有点上火，嘴巴前有点烦躁，就减少姜的用量，多吃一些凉性的水果。这个计划的重点是稳定执行，不要一天很积极，隔天就忘记了。持续性比爆发力更重要。28天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但只要你坚持下来，一定会看到变化。我建议你可以列印这个表格，贴在冰箱上或床头，每天提醒自己。在结束之前，我必须跟大家谈一谈期望管理和安全警示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首先，我不会跟你说这些方法可以让老年斑完全消失，这不是魔法，不是一夜之间就能看到奇迹。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减少新斑的形成，让旧斑慢慢变淡，边缘变得模糊，整体肤色变得更均匀，这是实际可达成的目标。皮肤有自己的代谢周期，大约是28天，所以你需要给身体时间。如果是已经存在很多年的深色斑，改善的速度会更慢，这是正常的。不要心急，也不要因为1、2周没看到明显效果就放弃。什么情况下你必须立刻去看医生？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 A、B、C、D、E， 如果斑点不对称，边缘不规则，
颜色混杂、直径太大、快速变化，还有出现痒、流血、疼痛、溃烂，这些都是危险信号，不要拖延，马上就医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不要乱搭配方法。如果你的皮肤已经发红、发热，那就不适合用姜或其他刺激性的东西。这时候应该先让皮肤冷静下来，用清热凉血的方法，而不是继续加温。记住，中医讲究辨证论治，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适合的方法也不同。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体质，最好先去咨询合格的中医师，不要看别人有效就盲目跟着做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的分享来到尾声了。我想再次强调，老年斑不是命中注定，它不是不能改变的。透过内调加外养的完整方案，我们是有路可以走的。调整情绪，改善饮食，适度运动，做好防晒，配合安全的外用方法，这些都是你可以掌握的。我真心希望你能试试看这个28天的计划，每天花一点时间照顾自己，记录每一个小小的变化。也许第1周你看不出什么差别，但到了第2周、第3周，你会发现皮肤的质感不一样了，气色好了，精神也变好了。这些小小的进步会给你信心，让你更愿意坚持下去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有帮助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、朋友，特别是家里的长辈。很多人因为不了解，所以焦虑，或者用错了方法，反而伤害皮肤。你的一次分享，可能就帮助了一个需要这些资讯的人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会尽量回复大家。我也会持续整理一些常见问答，做成专门给长辈看的 Q&A 影片。最后我想说，照顾自己的皮肤也是照顾自己的健康。年纪大了，我们更需要爱护自己的身体。希望这支影片能带给你一些实用的帮助，也希望你能从今天开始一步一步的改善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请大家把这份关心分享给需要的长辈朋友，再见。